我被带出宴会厅的时候，脑子是空的。婚纱太长了，我绊了一下。傅西周伸手扶住我的腰，他的手很凉。别回头。我没回头，身后传来宋瑶的哭声和顾言的咆哮。车门关上的瞬间，世界安静了，车里很黑，只有仪表盘的光。你是谁？帮你的人。为什么？他沉默了很久。你3年前在机场给过一个老人1000块钱，那是我父亲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个老人钱包被偷，站在售票机前手足无措。我给了他1000块现金，他说要还，我说不用了。他找了你3年，上个月查到你在这座城市要订婚。然后啊？然后他让我来带你走。车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，我低头看自己，白色的婚纱，浇过红酒的裙摆，沾灰的鞋，像刚从战场逃出来的败兵。